第4課，一團和氣，選擇饒恕放下，得着釋放。第3天，詩篇37章8節，當止住怒氣，離棄憤怒，不要心懷不平，以致作惡。詩篇37章8節，當止住怒氣，離棄憤怒，不要心懷不平，以致作惡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除去我的心懷不平，不要因賭氣去做損人不利己的事。求你幫助我能止住怒氣，離棄憤怒，相信你必幫助我放下冤仇，樂意饒恕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能靠住主控制自己的怒氣，堅定信靠神掌管萬事。我在一切事上都能平靜安穩，並能靠着主以善勝惡。阿門。